大家好，呢度係搖太陽粵語培訓中心，我係許老師。提高篇常用俗語短句對話第31堂課，好世界。最近唔見黃伯，又去咗邊嘆世界啊？最近唔見黃伯，又去咗邊嘆世界啊？最近不見王伯，又上哪裡享受人生了？最近唔見黃伯，又去咗邊嘆世界啊？佢退咗休，老婆又走咗，一支公好寂寞㗎。佢退咗休，老婆又走咗，一支公好寂寞㗎。他退休了，老婆也去世了，一個人很寂寞的。佢退咗休，老婆又走咗，一支公好寂寞㗎。咁佢依家到底點啊？咁佢依家到底點呀？那他現在到底怎麼樣呀？咁佢依家到底點呀？佢前年就返咗鄉下，好世界咯。佢前年就返咗鄉下，好世界咯。他前年就回鄉下了，過上了清閒自在的好日子。佢前年就返咗鄉下，好世界咯。最近唔見黃伯，又去咗邊嘆世界啊？佢退咗休，老婆又走咗，一支公好寂寞㗎。咁佢依家到底點啊？佢前年就返咗鄉下，好世界咯。聽啲舊同事話，你呢排好世界噃。聽啲舊同事話，你呢排好世界噃。聽一些老同事說，你最近好形勢呀。聽啲舊同事話，你呢排好世界噃。人哋話乜你就信，我麻麻地㗎咋。人哋話乜你就信，我麻麻地㗎咋。別人講什麼你就信，我一般呀。人哋講乜你就信，我麻麻地㗎咋。你唔好咁謙啦，有筍嘢仲係要關照下兄弟嘅。你唔好咁謙啦，有筍嘢仲係要關照下兄弟嘅。你別這麼謙虛了，有好事還是要關照一下兄弟們的。你唔好咁謙啦，有筍嘢仲係要關照下兄弟嘅。你放心啦，我會嘅。你放心啦，我會嘅。你放心吧，我會的。你放心啦，我會嘅。聽啲舊同事話，你呢排好世界噃。人哋講乜你就信，我麻麻地㗎咋。
你唔好咁謙啦，有筍嘢仲係要關照下兄弟嘅。你放心啦，我會嘅。依家啲後生仔認真好世界。依家啲後生仔認真好世界。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幸福。依家啲後生仔認真好世界。此話點講？此話點講？此話怎講？此話點講？我講嘅係我嘅仔啊，大學畢咗業，衣食無憂，成日踎喺屋企，好似一世唔使做咁。我講嘅係我嘅仔啊，大學畢咗業，衣食無憂，成日踎喺屋企，好似一世唔使做咁。我說的是我的兒子，大學畢業了，衣食無憂，整天待在家裡，好像一輩子不用上班似的。我講嘅係我嘅仔啊，大學畢咗業，衣食無憂，成日踎喺屋企，好似一世唔使做咁。哈哈，老豆有米咯，梗係要黐住你㗎啦。哈！老豆有米咯，梗係要黐住你㗎啦。哈，老爸有錢呀，當然要靠着你這棵大樹了。哈！老豆有米咯，梗係要黐住你㗎啦。依家啲後生仔認真好世界。此話點講？我講嘅係我個仔啊，大學畢咗業，衣食無憂，成日踎喺屋企，好似一世唔使做咁。哈！老豆有米咯，梗係要黐住你㗎啦。你以為移咗民就好世界咩？你以為移咗民就好世界咩？你以為移民了就過上好日子了？你以為移咗民就好世界咩？聽人講出邊社會福利好，睇病免費，兩餐唔憂噃。聽人講出邊社會福利好，睇病免費，兩餐唔憂噃。聽人說國外社會福利好，免費看病，日子瀟灑得很。聽人講出邊社會福利好，睇病免費，兩餐唔憂噃。你講嘢啊，未到退休年齡都要做，要交稅。你講嘢啊，未到退休年齡都要做，要交稅。你說什麼呀？沒有到退休年齡都要幹，要交稅。你講嘢啊，未到退休年齡都要做，要交稅。既然講到咁艱難，咁你又唔返嚟？既然講到咁艱難，咁你又唔返嚟？既然說得這麼艱難，
那你怎麼不回來？既然講到咁艱難，咁你又唔返嚟？你以為移咗民就好世界咩？聽人講出邊社會福利好，睇病免費，2餐唔憂噃。你講嘢啊？未到退休年齡都要做，要交稅。既然講到咁艱難，咁你又唔返嚟？如果你鍾意我哋呢個粵語教學系列，請點讚同訂閱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同建議，請留言。如果你想要進一步學習粵語，請添加許老師嘅微信號 JUNXU49。多謝你嘅關注同支持。